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火车票，已经29年无起价了。台铁公司日前提出着3个草案，要来调整票价。这3个草案分别是起3%、4%、甲5%。若是以台北甲高雄来讲，这自强号是843块；若是起5%，就要1219块，等于是起376块。不过，交通部早起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会前，交通部的政务处长讲，起价3个草案要阁讨论，按算下半年提出着新的票价。另外，今仔日阁通过另外一项临时提案，东部灾区伫个完全复原进前，火车票袂使起价。火车入站，人客大部细胞赶来要上车，台铁已经29年无起价啊！进前台铁以合理的报酬率3%、4%甲5%来算这个起价幅度，不过专案报告嘛无结果。1个多月前曾经讨论过这件事情，但是在当时台铁公司所提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分析，我们认为还不完整，要包括一些它营运的基本条件，还有一些外在社会经济以及我们这个运输市场上供需中间的这些变化。起价3个草案，互人挡掉咧。新票价案件都要等到下半年才阁提案。来看这个依照现行的费率，区间车技工号甲自强号分别是1块4角6甲1块7角5，以及2块2角7，依照合理报酬率5%。会变成2块1角1、2块5角3甲3块2角8，依照这个合理的报酬率5%来算，台北到高雄一自强号，就会为843块起到1219块，也就是讲，都要加开376块。另外，甲高铁做比较，同款为台北坐到左营自强号起5%了后是1190块，高铁是1490块，敢若差300块。如果它的价钱跟高铁差不多的话，那我还是会选择高铁，因为它的环境比较好。又很慢啊，效率又差啊。速度就已经有差了，然后它还涨的话，我觉得就不会考虑。在台铁希望起价的同时，民粹社团嘛出现台铁要招志工的文宣，网友就想无啊，这个盈利事业烧脑无要找工读生。另外，网友表示讲，这个志工其实有薪水，是在问台铁结果进前无回应。台铁公司化了后，要起价变成考验之一，其他一举一动嘛引起民众的关心。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